安尼抓敢对？你安尼抓上标准嘞，手机啊嘞。其实这酷势嘛做好诶。咱高路朋友吼，千万唔通高高利用的啦。你若冤家自己倒啊扑落吼，我大概就袂记吧。还想到我被攻啊！哦，这真正是轰动武林加中班高。你敢袂当食得较文雅？你才敢出去？主要压力。哦！注意哦，这都厉害哦。你用这吼，再来吃。无啊，你个副巴掌看卖，看有力无？跟你细力的水，不是遮大力。三大力龙啊！老人版本的。有来当啦。拿下胜利。对，你来弄看卖。管这查甫爱弄干。这袂做，这变大只嘞。